接班下继续来看我哋有关岛内移民嘅专题报道。被操到审讯，许多客人对中国驶到台湾来到桃竹苗山区，以为人下后有因被救恼，切去夜头山野驶到中南埔去，将龙南天然气博物馆的馆长钱玉富，以对苗栗驶到南投保利。农民陈登聪伊能家畜呢本单系土壤的地主哦，里面啥因为刚才有气田的政策，也天气的路无黑的，路驶到南投山区重新开始。去近80外岁嘅陈登聪，本来带头讨厌，40天嘅阿爸去家里做农工，脚脑来开垦山呐。同其时做农工实在唔是做兵，未认知安尼，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，陈登聪唔是去战场。90日本人喺投入嗬，腳腦喺投入嗬，我舊些嗬，聽阿爸爸水山啦，嗬，咩下落嚟邊哦，水山足了，哦，見頂都冇。望開先山啦，我本面曬阿里山帶年人嘅啦，哦年人就讓曬下裏邊，所以帶到嚟下啦。冇想到國民政府來台灣了後，連續嘅土地改革計劃，講價就起田，目前登從幾萬人冇派到土人嘅地，揾搬到南投去前新嘅位數來帶。我講在有起田咩？哦，講在有田，根本剛在變嘢呀，啊，我全部聽到人啊，我今日做咗做埋啦。啊，全部限在啦，公共限在啦。強權對北埔駛到南投嘅係有龍南天然氣博物館館長錢玉富。錢玉富嘅家畜本來同苗栗通路賣家私，連隻家私我想起來回復，開始去做刺繡來賣錢。拄好個發現講，刺繡從南投上來以後，就搬到南投。到民國51年嘅嗬，阿爸就想到講保利嘅種嘅市田咧，也好改嘅安尼啦。規好誒，規下呢吼，將辦下來就錯嘅。日本人好切起，日本書館慢自到台灣種嘅東道嘅刺繡。民國560年代，中國同日本嘅關係無好，台灣嘅生切刺退中國大量出口去日本。70年代嘅慢，但將保利嘅生切產量就佔全省生切嘅9成。台灣嘅數量少。所以加私高，1公斤呢吼，賣到最高嘅時間都800元安尼。但是500元、600元就1,900安尼。加嘅一般做老師嘅薪水呢，1年啦，哦，因為差唔多爭8元邊嘅天。台灣生切嘅市場因為惡性競爭，慢慢見來見無好，佢經過風采內銷流掉嘅打擊，錢玉富只係2萬少數hand頭經營嘅人。1996年，佢成立天然氣博物館，就希望保存佢當年認識200年嘅產業。對北埔駛到南投鐵道行嘅距離雖然無一長，不過頭半世紀以前實係愛攀山好靚，呈現抗日群山猛猛潮、上人打拼嘅精神。卡新聞綜合報道。